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日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会面的时阵，明确来表达着拒绝来底的立场。结果事后，互在台协会来批评讲，政治人物传播着无实在的消息，会来引发着民众的焦虑。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嘛再度来批评着罗秀燕，讲台湾甲美国的外交关系是真侪人努力真侪年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唔通因为个人的情形破坏着个人多年来努力的成果。另外，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前市长陈菊，2012年甲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苏道文会面的时阵，嘛是当场来反美国语，这件往事即摆嘛互晓出来。就是这场活动，台中市长罗秀燕伫AIT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面前表达反对美国底的立场，这款行为变甲互大家真眼热，佮取消后壁的行程。AIT 随后伫面前写讲，所有美国出口到台湾甲其他无伙伴的产品，拢是安全无顾虑的。外交关系，不管是跟哪一国，最注重的就是彼此信任，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的情形来破坏了多少国人多年努力的成果。真无简单，维持好的台美关系，雄雄有状况，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呛这个罗秀燕，是讲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黄祖铁伫面试顶面讲出较早的记录，就是2012年3月2日，当时高雄市长陈菊甲 AIT 的处长苏道文伫工厂活动拄到的时嘛，捌讲过，讲有300种的来去多巴的美国牛排的争议，这是反映出台湾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台湾对美国共款真友善，无反美的问题。在谈论的方向跟角度，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所谓尊重。但是其实卢秀燕说真的，她就是直呛，那太多双重标准，自己打脸了的，你们做的还不够了。我们常常被指责还不够硬。罗秀燕的发言嘛，互网友伫个面前灌帮气，有人甲听，嘛有人甲骂。较早听美国牛肉，即摆又搁反美国猪肉。看这个办事，明年1月7日要开放的美国猪肉进口的议题，恐惊无遐紧就退烧。